20多年前就看这个了，第一次看的时候吐了半个月，知道为什么吗？那天早上起来我吃了豆腐脑。记住啊，你现在可是刑警了，别跟普通老百姓似的，明白吗？知道今天为什么带你来吗？欺负人呗。还真不是欺负你，我想让你看看，增加点免疫力。我谢谢你了。李队，死者脑部受到了重击，造成了开放式的颅外损伤，导致死亡。什么打的？板砖拍的。李队，板砖已经找到了，还找到一封信和身份证。红红，发现什么了？说有一个目击者，我让他们找去了。好点了吗？啊，没事儿。要不然跟我去小门塔。我就在这儿。行吗？行。什么行不行啊？你那还吐了半个月呢，我起码到现在还没吐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拿着这个，关键时刻摸点。凤舞是把好手，跟他多学学。你去吧。小朋友，玩什么游戏呢？我们在打仗。打仗呢？谁是领导啊？我是军长。你们谁知道破坏小木塔的敌人是谁？军长，你怎么当的？你说。知道，是大是大地。对，是大地公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你说。我在车上发现写着大地公，不对，他们在一块布上写着大地公呢。什么布啊？他们用一块大布把小木塔给盖起来了，他们的布上写着大地公呢。那布上还有其他的字吗？还有，我们都不认识了。大地公司，你看看，是这个字吗？是，就是这个，这个格这儿还缺2个字呢。大地，在大地公之间是吧？搬家公司。没有搬家公司敢办这个吧？建筑。你们看看，是这2个字吗？其实那时候最早的时候。怎么样了？哎，咱一块做个笔录吧。他谁啊？目击证人。
建国，哎，你把情况说一下，好，小警官会记下来的。我经常在这个林子里边锻炼，然后今天早晨我正压着腿呢，隐约看见有2个人好像在追着什么，跑得又快又急。可惜我那会儿腿压得正酸着，等我把腿收回来赶过去的时候，就看见2个背影，一个人拿着一板砖，在后边追着，还低声吆喝着，让前面那个人站住。前面那个人好像是个邮差，就是死了的人吧？哎，对，就是他跑得还挺快，眼看着后边那个人一伸手就能逮着他了。可是跑着跑着，2个人的距离只有差不多2米。我估摸着后面那个人可能是急了。那人怎么了？肯定是一板砖拍过去。嘿，我小时候骑了拿板砖砸人。对，是那人急了，然后嗖一板砖就砸过去了，使劲特猛，眼看着那邮差往前一滚就不动了。我当时我也急了，我大喊一声住手！那个人听见有人叫，头都没敢回，抢起地下邮包就跑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上去救救他呀，可是看那人还脑浆子都出来了，然后我赶紧报案了就。完了。完了。今天2个案子啊，咱们一个一个来。天明，说一下你那个。好。根据我们的调查呢，小木塔是今天上午被大地建筑公司的人拆走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派人对大地建筑公司进行了监控。把人都抓起来问问不就完了吗？抓谁呀？那是个集团公司，上万人的大公司，全给抓来呀。说不定是别人假冒他们的名义干的呢。我们给和这个小木塔有一点关系的政府部门都打了电话，包括环保局、文物局、绿化办公室、公园管理处等等，但没有一个部门说过要拆小木塔。看来小木塔的失踪并不是政府部门的行为，这一定是一起严重的盗窃案。咱们先给他定性在文物盗窃案上。凤舞啊，